大问题敢会争取亲民党的提名来选总统，外界嘛真关心。讲这个大问题的妈妈，佮专工去跋杯，甲城隍爷问讲，大问题选总统好无？结果是因伊3杯圣杯。大问题是讲哦，伊也是敬鬼神而万字，甚至讲伊的妈妈若遐尔爱选，规气都妈妈去选新竹市的立委好啊。还是你会考虑政党？好了，我跟你讲，标准答案，明天的事明天再烦恼。过歌王3结义结盟，但即马2020过台面确定无要选，那呢台北市歌文底敢会争取亲民党提名，由伊来参选？所以不排除。我才不要理你们。若是外界好奇，就连伊的妈妈嘛讲要去跋杯问神明，后生是不是要出来选总统？这个是这样的，我们当然敬神，我也会去拜拜的。但是这样的哦，我们敬神，但是不用求神问卜嘛。所以在2000年前，孔子就讲过了嘛，敬鬼神而远之，这是一种最好的人生态度嘛。所以听听就好，但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。要不要叫柯妈妈出来选？他那么爱选哦，叫他选新竹市立委算了。那你怎么看最新的分区名单吗？哇，你把卖口爱要笑话。不管是不是要选，伊创立的台湾民众党拢确定提名参选人进军国会，而且还邀请过台面坐镇。只是跟他讲说，你先休息一下，这个做这么大的决策哦，先休息2天再来，再等他休息好了，心情平静再处理。手机的焦虑会靠跟郭台铭结盟来解决吗？本来是这样，只是现在母鸡跑掉了，现在找个母鸭。歌文底的下一步要安怎行？哪里阵营拢非常关注。